小姐，你可别想抛下我，我要跟你一起。郝冬青，我哪是想抛下你啊！我这好不容易才用了去看望师傅的借口，让大太太许我出门，我当然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了。你拿着这个绣品去找师傅寄卖，当心点啊！但是码头那么乱，为什么不是我去码头，你去仙林阁找简师傅？到底我是小姐还是你是小姐？反了你！走了，听话。那你路上要小心啊，注意安全。放心吧，我没那么娇弱，倒是你大大咧咧的，别把绣品弄丢了。哎，请问一下哪里可以租船？不知道。请问一下哪里可以租船？在那边。就在那边，谢谢。最近有没有见到一个南方口音、身材壮实的男子出现？不曾见过。对不起，老板。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那个，我赔你银子，您拿着。等会儿，你掀翻了我的摊子，破坏了我的胭脂，你就给我这点银子？哎呀，那您要多少？你最少给我5两银子。5两？对，我的银子足够赔付你的胭脂钱了，你这是敲诈！谁敲诈？你别走！放手！干什么？你谁啊？不是，是他掀翻了我的摊子。你看，就给我这点钱。你自己卖的胭脂多少钱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我看你生意也别要了。不是，好，算我倒霉，我不跟你们计较。侯爷安好。是你，侯爷，这不是被海盗劫持的那位姑娘吗？也是您，也是夫人的妹妹。你也是罗家人啊？小女罗十一娘。罗家怎么会让你来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？我的下人都在那边等着我。他们真的会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？说实话。事出有因，侯爷就当没见过我吧。凌波，把罗小姐送回府。不用劳烦侯爷，我自己可以走的。你既遇上我，我便要对你负责，否则发生什么事，我怎么向你姐姐交代？多谢侯爷关心，只是侯爷若真疼惜我姐姐，那日又岂会？小女就不打扰侯爷了。